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个段落啊。嗯，所以《超觉宝藏论》里面的这个龙仙巴大师的，就是特别的一个回向的方式。但是这个里面特别主要是讲回向和发愿的，就是一个发愿。但是这个发愿里面就包含了回向的意义，所以我甚至突然间有一次呢想到，我想我们就可以讲一下这个内容，因为这个内容呢比较特别啊，这个内容比较特别。我们首先呢，先稍微的讲一下这个龙钦巴大师啊，龙钦巴大师。那大家都也应该知道啊，这个龙钦巴大师，但是龙钦巴大师是在藏地，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他就是叫三大文殊的这个化身之一。所以龙钦巴大师呢，也是宁玛的大圆满传承的最主要的这个祖师，而且经常我们用荣尊巴和龙钦巴这两位叫荣龙南尼，也就是说荣龙二尊。所以荣尊巴和龙钦巴，尤其是在密蓬仁波切的著作里面，经常出现这两个名字是放在一起，叫荣龙南尼。如果用中文讲的话，就是说荣尊和龙钦这二尊。那这二尊为什么是一起要讲呢？因为这是宁玛的这个教法的传承里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传承的这个上师。然后呃，除此之外呢，就是龙钦巴呢，就是巴珠仁波切的，根据巴珠仁波切的种种的这个著作呢，说三大文殊化身。那三大文殊化身的意思，就是在整个学语藏地的高僧大德当中，对这个就是通达一切学识啊，就是五部大论、五大明、孝明啊这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西藏的这个佛法的所有的这个知识层面的那通达，叫做滚钦，明白吗？藏文叫滚钦。这个滚钦呢，就是另一个就叫做全知或者一切知的意思啊。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我们专门讲这个龙钦巴的这个回向的一个发源的寄送啊，大家要认真的学起来啊，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之内，我们就专门讲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今天是这个时间是非常足够的，但是我也尽量的讲一下这些，好像经常我们也都是好像听过的，但是没有很注意的一些这个细节的部分啊。比如说我们说根茎清波，在藏人，尤其是这个宁玛的传承里面，经常呢要祈请龙钦巴的时候，龙钦人就比较少用龙钦人经，其实是用根茎清波，you know，知道吗？啊，为什么用根茎清波？藏文根茎就是全指，清波就是大全指。其实他没有直接用龙钦巴，但是一说到大全指，我们知道这就是龙钦巴。这也是我们在藏文里面有这种用词的，不是说直接学术上或者我们看到的在哪里就是龙钦巴。其实这个我们经常自己这个最那个亲切的这个最恭敬的一些不一样的称呼呢，就是叫滚钦清波那就可以加上滚钦清波、滚钦龙钦人经。
无论如何，滚亲这个用的地方呢特别少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滚亲用的地方极少有的几位，其中一个就是龙亲巴，还有三家班智达，还有当然也是龙亲巴那个宗喀巴大师，他们就是三大文殊，就是他们的文殊，他们的那叫什么智慧呢？就是像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一个境界。所以龙亲巴的这个名称呢，就是龙亲巴有很多名称，大家知道吗？名号不用，一个叫做阿克旺布，阿克旺布，龙亲巴阿克旺布，阿克旺布就是玉自在啊，就是玉自在的意思。这也是龙亲巴的别名，龙亲巴的另一个名称。还有经常说龙亲让将，不是让将啊，这我们就是中文写的时候就变成让将，其实是让将。OK， 那因为现在呢，大家都几乎都有居住这个英语和第二个语言的权利，所以拼音啊这方面就不一定要按传统一样。这个中文说哦，让将不是这样读。当然，在你念中文，照着中文念的时候，这样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也可以同时学起真正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整法。比如说你有时候我们用中文讲特朗普啊，团什么什么那也没问题。反正但是呢，你们也可以同时知道。川普的这个英文的真正的这个发音是什么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啊，所以就是这里呢就是龙亲让将啊，龙亲那个龙亲就是龙亲就是好汉，我看到过有些翻译是好汉的意思，好汉的杰啊，就像。这个虚空一样的啊，这个然后就是龙有好汉的意思啊，亲就是也龙亲是轻薄的轻，所以刚刚那个滚亲轻薄的轻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好汉的这种法界，人将啊，那就是人将就是一个广大无边无际。啊，最近在美国的，是不是一个天文的那个研究的一个什么拍到的一些照片？我们看到哦，就是一个银河系，还有无数个这种庞大的，就是一种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这种境界，叫做让将。这个让将这个用词呢，不用还有这个《华严经》里面也经常出现，指这个宇宙啊，这个无边无际的那种。这种境界啊，特别的境界的时候，用让将啊，让将。OK， 是这样的。那还有很多名字啊，龙亲巴。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比较常见的另外一个龙亲巴的名称，就是真灭我色，大家应该听过吧？真灭我色，无垢光。啊，这样用中文翻译出来的时候，就你们知道，知密就是我是，光就是不是知密就是无垢，我是就是光，所以这个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变成知密我是呀。那藏文的时候就是知密我是，翻译成中文就是无垢光。所以这个无垢光尊者呢，他是就是在这么说呢，他的年代啊，他出生就是诞生的那个年代呢，就是和第30伽玛巴和第40伽玛巴的中间。龙亲让将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也写过一封信给这个第30伽玛巴。因为其实第30伽玛巴是它有专门的大圆满的一个传承，从第30传下来的一个叫伽玛宁德，
现在这个传承还在吧？无论如何啊，就是他们也是同一个上师的弟子，所以隆庆巴和第30大宝法王是同一个上师的弟子。华人弟子比较大宝法王就讲到可能会比较熟悉啊，我可以举很多其他的，当童年还有和隆庆巴大师有这个特别因缘和就是那种这个互动的其他的大的，但是我像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比较难记得起，所以我说第30大宝法王和隆庆巴大师是同一个时期，而且同一个上师的弟子，而且第30大宝法王的年纪啊，当时的这个影响力啊，各方面是比隆庆巴大师大很多了啊，因为毕竟是大宝法王的身份嘛。隆庆巴是再大爷，他也不是什么转世，什么没有任何的这个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特殊的地位的啊，只是他一生的这个修学的一个这个太不可思议，就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他也没有认真过啊，就这样。所以他那个年轻的时候，他写信给这个噶玛巴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格西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时候称他为格西啊。那个时候就是宁玛萨迦感觉那个没有形成，格鲁巴已经还没有，格鲁巴根本就没有创立啊。所以因为总该把大师都还不在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格西呢，只是这个学识上比较这个德高望重的或者这个佛法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怎么说啊各方面的这个成绩比较好的，只是称呼一种尊敬的是格西。那个时候好像我没有看过在怎么说呢，就是给一个文凭当做一个正式的头衔来办一个，就像现在拿到格西证一样的，不是，好像是透过学习专门那种毕业的一个概念啊。那个时候，后来就变成就这样的。那个时候有ram江巴，就是有点像硕士博士这种概念，是当时就有了，已经有了。但是呢，这个格西是当时还没有正式，因为那个格西的本来意思你们知道吗？是善知识的意思，明白吗？给予信任就是善知识。那后来就是用来就是这个，尤其是在格鲁派的传统里面，就是这个五大轮完成，最后他们的一个肯定会有一个要求嘛啊，就是各种要求达到这个要求的情况下，他拿到的一个学位的概念，就变成格西了。当然，这个学位的各方面修学上都有要求的啊，但是就是有善知识的资格，但是这种善知识呢，有特别学识要求的一个系统。但是隆庆巴年轻的时候，或甚至荣尊巴的传记里面，我也看到格西给予信任荣尊巴，或者给予信任的缩写呀，就是格西，明白吗？给予信任这给啊，就是善的嘛。这为就是一个连着，就是那个连接的一个词。信任就是知识，信任不是知识的意思。这个为什么中文翻译成知识，我不知道，因为中文是很早就100多年、1000多年就是已经这个，因为给予信任这个字呢，佛经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冥想。所以带有这个根深蒂固的古老的翻译就是善知识。所以后来那个藏传佛教慢慢的就是传入这个汉地，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也一样用这个词。可是呢，原来的信任是什么意思呢？亲友朋友的友人的意思。所以就是善友。但是可能直接翻译成善友的话呢，好像变成法友一样，好像一个同等概念。所以善知识是不是比较高一点，比较好一点？是不是这样？
但是同时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刘祖慧能大师就是见到谁都用善知识来称呼对方，对吧？所以也许那个时候六祖坛经，那个时候1200-300-400年的那个年代啊，就是这个善友的概念，有可能是这样支持这个了。啊，但没有关系，反正就是现在我们善知识，就是这个佛法老师，就是引导众生的这个佛法老师，就是善知识。OK， 这是一个广义的、最安全的一个了解，就是这样的。那当然比较狭义的是格西堪布的那个格西。OK， 无论如何啊，这个因为这个名字的用法和了解的内容的这个表达的这个范围都慢慢会有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一些稍微的改变，这就是语言本身就是这样的嘛。所以郎清巴年轻的时候，也就是格西三一八，因为郎清巴好像经常住在314，所以就是318啊，然后往部 OK。无论如何啊，郎清巴是1308年啊，诞生于这个拉萨那一带的，不是拉萨那个拉萨市那边，就是比较再往南一点的一个地方啊。现在也知道郎清巴那个地方，当时这个，然后呢，1364年，所以就是郎清巴就是这样的一个50几岁就不到60岁就圆寂的，其实是当时这个有时候是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些高僧大德他们都并不是那么成熟，但是他们的这种成绩和影响力是我们活了几百年都就是没办法达到的。所以我发现其实这第30大宝法王也是好像是50-60岁左右就圆寂了啊。然后郎清巴也是50几岁，还有我前几天读了一个精密林巴的大弟子，叫做精密国卡，他也是扎须卡的，他是49岁圆寂，还有88岁好像更短。可是那些他们的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面，能够达到的这个境界和成就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啊！这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的。无论如何，郎清巴大师呢，一开始去一个噶当派的一个佛学院，你们知道噶当派啊？那个时候是旧噶当派，还没有格鲁派，没有新噶当派。旧噶当派的叫做桑普，你们听过吗？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桑普是我们现在这个藏传佛教的边境的这个系统啊，这个一个站着，一个就是走下来，这个立着坡着一对一的这种边境的这个动作，这个就在桑普这个佛学院开始从那边就是怎么说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边境的方式。那个叫做恰瓦丘吉桑给嘛啊，所以就很著名的一个大师。然后呢，就是在那边先后有，其实好像在那个时候为藏拉萨整个藏地的所有这个大学这都是好像来自于桑普的。桑普的规模没有像拉荣那么大，也没有像格鲁派的3大寺院那么大。但是其实那边出来的数量和质量和怎么说呢，范围是不可思议的。大家知道格鲁派的3大寺院非常大，而且也有快有500年的历史吗？是吗？是500年吗？对。但是那边的出来都是只是格鲁派的，其实这个
当然是很有学问的，但是真的有一种巨贤，再伟大再怎么样，就是格鲁派的某一个就是怎么样的，但是桑普不是这样，萨迦拜的大师、宁玛的大师、盖居的大师，甚至这个波摩教的都从那边出来，后来就变成不可思议的这个大成就者和大学者的。我前一阵子看到有一个公众平台专门就是列出桑普出来的，像龙森巴大师这么的一个级别的很多的这些当时，因为现在呢好像就没有什么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就是这样他现在呢属于是一个格鲁派的一个小寺庙，就是这样所以当时的这个桑普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龙森巴待在桑普呢，其实也没有很顺利，因为好像，学校里面不是有时候会有那种拉帮结伙、暴力那种叫什么学霸嘛？什么最近用的学什么学？有些几个人一起，然后就是会欺负另外一个学生。我就知道中文最近有流行的一个用词，我看看是吗？八什么八？对对对，八 OK， 就是这个。所以龙山堡大师呢，就是不太清楚具体，但是他说是他是因为被那个康巴人欺负的，康巴人知道吗？当时这个是那边的一些康巴人，对啊，这个他专辑里面和这个里面也很清楚说，康巴人欺负他，然后就是没有让他继续待在那边。那不，因为其实龙庆巴的个性是有点古怪啊，就是可能就是这个人跟相处上可能是有些出现什么矛盾，我不知道。无论如何，就其实是龙庆巴后来是离开了桑普，桑普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时那边的有些康巴人，他说这些康巴人，他说很野蛮的这些康巴人，然后欺负我。然后呢，那个时候他离开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用嘎嘎嘎啊，每一个宋词的开头有嘎和卡和啊的那样的一个像对联一样，然后这样的一个诗，然后贴在那个外面的街头，就离开了。他就告诉我为什么离开这里我就受不了了他们一直欺负我，就是这样拔酸。霸凌，所以这个龙森巴当时写的还在这边我们有时候拿来开玩笑说，你看龙森巴大师这样跟康巴人说的真的。在无论如何，他当时那边离开了，后来就遇到了大圆满，就是他去这个一直拉玛古马兰扎，我们上次也讲过古马兰扎，古马兰扎。是龙庆巴的大圆满的上师，还有龙庆巴医治了其他一些上师。格玛兰在也是第三世大宝法王和他们两个的共同的上师，就是大圆满的上师所以后来呢，龙庆巴大师就变成了就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大成就者和全智然后。从在这个桑普开始，其实龙庆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著作嘛所以龙庆巴的全集呢也有德国的这个印刷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个版本，还有现在也有专门书籍就变成这个印刷的。最近也有这样的出版的，好像是拉萨那边出版的吧就是这样。几年前我看到这个龙庆巴的这个全集出版的这些主要的负责人好像是图图尼玛仁波切那个3个仁波切，所以龙庆巴的著作是特别特别多。
但是龙清巴呢，就是最主要的代表就是七宝藏论，是吧？所以这个七宝藏论是龙清巴大师的这个所有著作里面，也就是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个龙清巴的这个代表著作一样啊。所以这个里面就包含了所有显宗和密宗、显法和密法，就像格鲁派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一样。所以就是七八宝藏里面呢，包含了显宗的这个教法、密宗的教法，就是显密双运的修行的方式。OK， 这个七宝藏论，这个你看啊，就在如意宝藏论、释相宝藏论、宗派宝藏论、圣尘宝藏论非常好，具义宝藏论，还有什么法界宝藏论、超绝宝藏论。今天我们要讲的只是超绝宝藏论里面的一点点而已啊，一点点。这样好像我们一直讲龙清法，但是都没有讲到这个内容，但没关系。所以那我们就顺便也就是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七宝藏论里面到底讲什么啊。如意宝藏论它主要是相对比较学术的方式，讲整个的宗义四部宗义，加上外道的各种各样的主张。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学中观的时候遇到的这些苏论派啊，什么派那个派这个派，古印度的很多的这个宗派都如意宝藏论里面有讲。还有如意宝藏论一开始的这个著作的脉络是什么呢？先讲外气世界，从阿毗达摩的角度这个说法，然后讲那个比如说三千大千世界啊，还有这个须弥山有多高啊，然后就是这个多宽呐，明白吗？四大洲还有什么那些所有，还有在这个上面的欲界、色界、无色界，全部的外气内心都在讲，而且根据有个叫做阿底国大千波、阿底大庄严经、庄严序，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大圆满的密序里面，也是这样，就是阿毗达摩一样有独特的一个这种宇宙的一个描述吧啊，讲述。所以根据种种的显密的十轮金刚也有十轮金刚，但是这个七宝宝藏里面主要是华严经和这个阿底锅巴钦波，就是阿底尤嘎的阿底大庄严序。我没看过这个中文版，这可以这样翻译：阿底大庄严序当中的这个宇宙的这个讲法。然后接着讲就是种种的这个宗派，怎么是这个整个世界的就是宗教是怎么形成的嘛啊？然后就是外道是怎么，然后那佛教是怎么样？然后佛教在印度有多少个宗派？然后这些宗派的所有，比如说经部、右部、唯识宗、中观，还有中观有多少个派系？还有这个金刚禅有多少个外密、内密？还有内密也有这个无上密须、阿那尤嘎、阿底尤嘎什么三一切的这个全部的细节。在如意宝藏论里面讲，但是主要的成分不是专门讲大圆满，就整个的这个宗派，整个的这个怎么说，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从外气世界、内心众生，然后众生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和宗教的一个观念，明白吗？然后这个里面的那一个是应该我们要破除的，那个是应该是这个佛教，而且佛教的这个究竟次第的最高境界位置，就一个一个的去讲。所以非常就这样，所以呢，就是这是
如意宝藏论的内容。实相宝藏论呢，专门讲大圆满的利端，空性大智慧了啊。我们用中观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实相宝藏论就讲这个空性大智慧呀。但是它不是以中观的立场讲空性智慧，而且是从大圆满的利端的这个 texture 的那个角度讲。所以这个实相宝藏论有一个叫做六离，是六离吗？什么？以前的很著名的一个藏学家琉璃什么刘德华的刘，立刻的立，有没有？琉璃谦还是什么？我又忘记了啊。无论如何，他是后来好像当过这个中国什么宗教局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他呢，早就圆寂了啊，去世了。他应该是1999年去世了。但是他是这个中华民国时期学佛法、学藏文、学实相宝藏论，还是写实相宝藏论的注解的，这样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汉地的一个藏传佛教的怎么说追随者和一个学者啊。所以呢，从他的时候，最起码是已经这个实相宝藏论已经介绍给华人界了。所以其实我发现呢，在那个时期呢，出现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几个就像法宗法师一个人啊，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著作的1/4翻译成中文了，那个是不可思议。还有从来没有翻译成藏文的一些汉传佛教里面的这个一些那个阿毗达摩的这个也翻译成藏文啊，这个是更了不起的。所以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实相宝藏论的相关的有些呢，当时就是六离谦 OK。对，就是琉璃谦。所以这个我当时也看过他这个翻译的，就是他翻译的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宗派。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以为是应该是大圆满啊，很多的这种中文的这个用法是受大吉堪布从他们就是近代嘛这个慢慢创造出来的。不太以前我不知道那个时候都已经有那么丰富和有这样的一个可以用中文讲述这么深奥的这个大圆满的一个不共的一些东西。当然呢，因为也跟禅宗也有点关系，因为禅宗里面的很多的用词和这个大圆满的立端这个是完全是相似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宗派宝藏论，那就是中坛论，它就是不包含讲外系世界什么之类的其他的，只是主要专门讲这个宗派外道和内道的这个宗派的一些分别，宗派的各种各样的主张这个习说。然后呢，因为你不知道其他的宗派在说什么，你只骗你一个你信的这个宗教的说法的话，其实有时候是危险的，因为你没有真正，你的内心没有真正的去磨练过，知道吗？万一有一天听到不一样的说法的时候，你开始可能会反过来怀疑自己的原来的这个理所当然的这种看法。我们从小的很多都是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很多没有太多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能力，所以都当作就是这样，好像是唯一的真理，从来没有怀疑过，明白吗？那种是相对的比较经不起考验的。所以呢，我们并不回避其他对佛法有什么看法和他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讲法，反而我们自己主动先讲，他是这样说，他是这样说，我们是这样说，摆在眼前。
这种学习方式是就非常成熟的一个学习方式，对吧？所以为什么要讲宗派包装论？是这样的，你们以为大圆门学习是不是哦？就直接学大圆门，就什么都不理其他？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今年就是10年前吧，见尊者啊，就是请求一个开始是针对于佛学院的一个佛学院的，他说你们是宁玛的，但是不要一直说只学大圆门。有些人呢，哦，我学过敲诀，不是敲诀，那个叫什么三句纪要吗？是吗？这样的这个一些大圆门的一个敲诀，是这样，或者这个龙清巴的这个法界宝藏论，当然很好，但是呢，如果一个年轻的一个学佛和有个出家人和有个佛学院里面的这个来讲，至少先要学宗派宝藏论，再学那个叫什么，如意宝藏论，或者尊者的当时特别说那个叫心性修习论。因为你先学了如意那个宗派宝藏论，你知道外道和内道的所有的宗派，然后再学了心性修习论，你知道仙法和密法的完整的词体，然后再学了大圆门，那就是很完整，这个缘起是非常圆满的。所以呢，当然呢，现在我们也知道都要去学习的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宗派包装论很重要呢？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就是钻进去这个宗派包装论，然后一直是以这个学术的东西，一直走不出的话，那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还是要学的。然后深层包装论是专门讲大圆满，而且大圆满有一个叫做心部、结部、敲诀部，听过吗？这个3部大圆满，3部大圆满，这什么？或者3部或3节或可以，但是3部比较好，3部，心部、结部一起，那个叫什么敲诀部。所以龙清巴的这个传承是主要是敲诀部，这也有差别哦，谢谢。但是这个敲诀部有敲诀部的特别不共的序，叫做17序敲诀大圆满敲诀17序。这个敲诀的部分的那个部分呢，那就是这个精华，就是在这个生成包装论里面讲生成包装论里面讲。至少我们虽然是现在不讲这个大圆满什么什么细节，但是至少应该要知道这门书生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教法的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就像有一天你能够自己的这个佛台上能够放这一个七宝藏论，你知道这个七宝藏论里面讲的是什么这个是最起码很重要啊。然后具义宝藏论，这个是讲大圆满，但是具义宝藏论和生成宝藏论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们2个有比较特别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是你们很少在外面很少能听得到。这个因为是生成宝藏论，应该有不是德格版的大的那个最宽最长的，中等的有1000左右的1000页左右1000页生成宝藏论。那具义宝藏论就是可能有它的1/4，所以整个著作的量来讲的话呢，具义宝藏论是比较缩小的。所以呢，应该说是这个具义宝藏论是生成宝藏论的一个类说一样，众说一样
而且主要也讲这个端朝的，尤其是这个句意包装论里面特别讲，根据大圆满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欺瞒命定这种特别不公的部分，所以这是非常难的。那法界包装论呢，讲大圆满的最高境界但是这个最高的境界，当时就是说，那个巴珠仁波切说了，当你常诵法界包装论，你内心安住于这个次取句意的状态的时候，他说你是在显现这个出你的无生发心先前的一个见到位的状态，明白吗？我们知道什么叫见到位，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就是登地菩萨的境界叫见到位。但是巴珠仁波切是这样说的：当你恭敬的那个长诵或读诵长诵他说长诵法界包装，因为他是寄诵这是很好听的那个时候，你内心安住于他的句意和意的句意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次意就是那个意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安住于心性先前的一个见到的一个状态，见到位的状态。但是这个也并不是说真的是立马就变成见到位的菩萨我们不敢这么说。但是意思是说，就是你的能够，就是你的内心和这种一直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的内心在于这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法在一起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有些高僧大德圆寂之后，也像在藏传宁玛的话不，比如说邀请另外一个上师来，就是这不叫超度，也不是叫破瓦法，但是呢，在他的就是那个坐在这个就是这个圆寂的这个所圆寂的那个人，就是那个上师的前面，可能和他的另一个和他境界和我们德高望重的肯定是亲到的，也是就是另外一个上师，然后就是他可能会念一遍法界宝藏论，就结束了，离开了，搞定了。所以法界宝藏论呢，就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大圆满的那个法家，而且呢，很多这个宁玛就是经常的功课自己的这个功课的课诵本里面就有法界宝藏论，可能会每天念一遍用这种来，然后就是修持所以法界宝藏论。然后超觉宝藏论呢，也是一个颂词，而且是很长。他就是不讲专门这个大圆满，他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个就是一般的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六种。所有修行就是从人生难得寿命无常，怎么去思维轮回痛苦怎么去这个回想，怎么所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讲。但是他的这个著作有特别的一个讲法呢，就每一个都有6个内容，一个段落就是有6个，比如说讲回想，就说6种回想方式，就是他讲皈依。就是6种皈依方式，
比如说发菩提心 ，OK， 讲6种发菩提心，所以就是每一个这个标题都是6666666这样的6，应该有几百个6啊，应该是的，很特别的。我觉得这样就是光是我们一个协作来讲的话，怎么能想出这样的这么多个6，知道吗？而且它并不是另外一个佛经里面已经说了这个种类，然后有666全部列在一起，不是这样。全部都是龙仙巴大师自己智慧境界来这个要完全独特的一种讲法，也不未必佛经，但是并不是佛经里面就有这6个，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巴珠仁波切专门有一个著作是要鼓励大家要学习七宝藏论，鼓励多看龙钦巴的著作，这是巴珠仁波切特别的一个著作啊。他是不是说这参的这一讲单纯做做吧，胸上等着第二无选讲这些头发干完嘛了？他说这6就是这样一个标注的那个6种内容都已经包含了一个所有佛法的精华，光是其中一个6里面就是包含了所有佛法的精华。他说这么样的闪烁啊，略显嘛，就是中文翻译成闪烁，这么殊胜的这个教法，你就算见到释迦牟尼佛，真是见到释迦牟尼佛也不一定同时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法家。所以呢，这个敲诀就是这样。敲诀本身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6都肯定会包含在大藏经里面，但是这个大藏经里面就是我们就看不见的，就像一个看起来一般的一个石头，里面是有什么矿石的那种，里面可能有黄金啊、什么银啊什么的，但是呢，如果呢它要经过一个处理才能够出来，可是我们一般人看到也不知道。所以龙仙把它取出来，从这个里面的真正的真正的黄金弄出来，然后就是做成一个东西，然后直接给我们用，装饰耳环啊，什么什么这样来，就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叫做巧取，明白吗？我们一看就知道，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巧取宝藏论呢，它呢就是相对呢，因为是它不是特别讲大圆满的一个不共境界，所以呢比较公开的。应该是中文版也有公开有巧取宝藏论吗？有没有说到你看过他们翻译的？对，巧取宝藏论是这样的。所以巧取宝藏论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个，也相对呢，就是要进入这个巧取宝藏论的学习的话，不一定那么的复杂，那么难。所以这个巧取是这个意思。但有时候巧觉部的这个巧觉呢，是大圆满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部门。但是这里说的巧觉不是这样啊。无论是显法、密法，只要是在你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应用上，变成一个巧觉。巧就是善巧的巧，觉就是那种口诀，所以这种一个殊胜的方法，药师一样，或者良药一样，然后就是直接针对这个非常有用的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实际作用的一个不是理论的东西，而且是这个实际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秘诀，那就是巧诀了啊。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就是七宝藏论，我们就刚刚这个列出来了，我也就是讲了一遍。那现在我们今天讲七宝藏论里面的发源当的大比木lâm nam主呢，这个我今天刚刚在就是
我看到的里面就没有发现在前面的一个颂词，因为经常念的时候，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寄颂啊，我看看，对，我已经这个画面好像一直分享着啊，所以这个 OK。所以这个在这个合适是不是人和圣书一切中有情的开始，有藏文有叫做当的大比莫lâm nam住 nurse 很长，这个句子我没有写出啊，但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要是龙森巴大师说的，就是经常要念的一个七个法源。所以这个经常要念诵的这个七个法源当中呢，就因为龙森，其实我们有时候是法源呢，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呢，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我要怎么回向？谁回向？回向给谁？我们经常会有这两个问题啊。所以怎么回向，也就是在下面说的是怎么回向，而且回向给谁，当然要你自己来做决定，这个是你的权利。不过呢，虽然说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是学大乘的话，当然你大乘的回向有大乘的要求，你是学解脱道有解脱道的最起码的一个要求，那你就是学没有怎么样，就是你像只是像要得到世间的一些民生利益啊，或者这个求富求财，求健康等等有这样的目的的话呢，也这样可以这样回向没有说是不能这样子去回向，但是这个回向是不是属于圆满菩提的回向，是不是属于大乘佛法的回向，那就不是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你发愿不一定要和回向在一起。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发愿和回向的差别。回向是主要是有一个所回向的东西，那个时候就是回向，也回向就是一种分享一样，明白吗？你有一个东西可以分给大家，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予其他人，那你怎么分，怎么给，这就是回向。所以今天你参加一个法会，今天做了一个供养，今天你做了一个放生，或者你今天就是天闻佛法，你今天呢自己就是有去念经，全部都是帮助任何人，哪怕是你升起一个善的念头，可以回向。因为光是善法就可以回向给众，你自己所做的善法，甚至你可以替别人回向。但是这个回向的功德是不一定是完全是一样，你自己回向一样的功德因为不是这个主要的掌握权、版权不在你的手上，这个就是缘起嘛是的，是的，这个有差别的。但是至少你用这个，你替别人回向，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变成随喜他的功德，也是你自己的一种修行。但是不能说是你这样帮他回向了，解决了他的问题，不是这样。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以前藏地是这样的，有些
老阿妈他们说啊，我念了100万遍或1000万遍《唵嘛呢叭咪吽》或1亿，我念完了。然后他念完的时候，特别去见一个他自己的这个上师或一个师傅，请你帮我做一个回向。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啊，对吧？请这个僧众或上师，你自己发自内心的请和另一个人请你帮忙做回向，你帮他做回向，那种远期又是不一样，这个层次是不一样。这个蛮重要的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回想，至少回想的概念是一种给予和一个分享。那回想的方法又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怎么去分享这个善根。你今天去一个庙卸一个祈福担，就是供一盏灯或者这个香。我要回想是什么呢？我的某一个家人可能在医院里面或身体有一些状况啊，我要回想给他。我们经常见到就是有这种这也是一种回想，没有错。但是呢，今天我们这里可以分享，其实有时候我们以为你回想给针对个别的一个对象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分享给其他？是不是这两个有矛盾？你又回想给他，又回想给其他的话，是不是这样？会不会减少他得到的这个功德？是不是减少？我们会有这个担忧啊。实际上就是也不能减少啊。我这个今天专门做这个是我为了什么样的？你明明这个，然后回想给其他人，不太好吧？所以可能会有这种疑虑的。而且这个呢，释迦牟尼佛当时也说过这样。有一次呢，有一些恶鬼来到佛陀面前，说：“今天他们这帮人一群人，他们供养世尊这个午餐嘛，就是这个供生，然后这个供生的功德可不可以回向给我们？”佛陀说：“不可以啊，我还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今天的施主的同意。”佛陀也当然是这样说。那些恶鬼说：“其实我是他们的父母和祖先。”变成恶鬼的那等一下然后就我问他们一下，他们如果同意，我可以回向给你所以然后呢，他经过他们的同意，回向了佛陀，因为佛陀当时最好呢，就是这个所有供养结束之后，当然要专门做一个回向。这个回向的传统，现在我也僧团经常就是有这个回向的传统是在的所以这个回向的时候呢，就是用他们的名字专门回向功德。所以这种回向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你就是针对于个别的对象回向是没有错误。但是同时你希望除了消除我的家人的病痛之外呢，也所有这个世界上，明白吗？有一样的痛苦的所有众生，希望能够获得健康快乐，那就这个变成菩提心的发源。以前有一个姑娘，她是天天呢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个乞丐天天讨饭，在外面就是这个早上下午就是自己外面要今天得到什么就吃什么，用这种生活的。然后来到有一个国王在隆重的接待这个释迦牟尼佛和7卷书的这样的一个庄严的一个场面，他兴起发自内心的随喜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生都是因为没有做布施，就变成这么乞丐。人家这个国王呢，就生世肯定是做了很多好事，所以就有这么大的福报。你看，他心里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别人的优点不是对别人有帮助，是自己有最大的帮助的。
所以呢，虽然那个时候国王是有傲慢心，明白吗？有各种各样的，但是基本上他有这个能力，确实是他的福报嘛啊，这个也没有错。所以呢，他自己呢就也想参与，但不知道怎么办。他自己要到的掏的那个一个芝麻油吧，好像是这样，小小油，然后就倒到一个那个沙做的那个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灯，做了一个小小的酥油灯，放在他们的供养庞大的这个贡品的方便的一个角落。可是比较特别的是，过了几天啊，所有的灯都灭了。为什么？因为就是再大也肯定会就是会慢慢就是这个里面的油就是尽了，就是火就灭了，熄了，熄灭嘛，这个叫熄嘛，灭了啊。可是这个小小的灯一直亮着，越来越亮。然后呢，他们很疑惑啊，然后呢，有点奇怪，到底是什么力量？可能开始以为是不是这个一些，一些妖魔鬼怪啊什么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做出来的啊。所以呢，目犍连是具有最大神通的一个佛陀的弟子，他就是用他的神通力想灭掉这个小灯，灭不出，没办法，动都动不了。然后他就更疑惑了，就是向佛陀请教，他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哎呀，其他都是只是一个福的，明白吗？只是就是他们自己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功德，但是那个乞丐女孩子做的呢，就是菩提心的功德。他是发菩提心，无造作的菩提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是你的这个声闻和独觉的原理和功德是胜不过他，所以你在做任何东西，就是对他的这个功德起不了任何影响力和作用的。他说：哦，原来菩提心的功德是原来是更大。所以，真正的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可以回想针对的这个个别的回想的对象，同时你也可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这个其实是实际上更有效的方法的。当然呢，这个也不能变成一个交换和有目的的去刻意的去做，不是这样。如果你能够慢慢的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对其他众生能够产生悲悯，然后就是愿意回向的话，那就是真正的菩提心的功德。所以以大乘的回向来讲，回向的对象是一切众生，但是呢，个别的场景、个别的情况下，你可以有个别回向的对象作为主要的回向的对境。因为什么呢？我觉得用这个逻辑也可以，就算你有100个你的，这个有点夸张，100个朋友都掉到水里面去了啊，你救不了所有人，但是你都想救，但是至少先救你离你最近的那个人，先能不能拉上来，对吧？这个应该可以的。这不是分别你，这是你的能力先是这样，然后再说第二个。所以我们用这个逻辑看的话，你先会想先救度一个你跟你有缘的、离你近的，那已经结上深缘的、对你有信心的，那就是很好，因为他也是一切众生你本来要救度的众生的其中一个。你这种心态的去救护或回向的话，不会违背菩提心。OK，他今天这么痛苦，而且我和他有缘，而且
这也信任我，然后就是我应该怎么样，然后就是我们一起去，我来向这个回向他，尽可能的帮助他，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这些伟大的上师们，他们也实际上没有任何分别念，但是呢，他实际上呢，就是他也是就是跟他有缘的是先度他这些有缘的。然后就是有任何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机会，他们也不会放弃，不会懈怠。这才是真正的修学菩提心。不然的话呢，要不然你觉得我讲到一切众生，好像要抛弃一些特别的所有的对象的感觉，也有点不对。然后你觉得一切众生嘛，我不需要特别在乎某一个特别，也好像不对，对吧？所以这个呢，要看这个实际的情况，要有这个实际的做法。所以回向呢，你有一个功德作为你的回向的所愿。怎么说呢？回向你回向就是一个分享的概念，那就是一个共享的概念。那这个要共享的话呢，就肯定是前提是你有一个东西可以给。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无论是形式上的大小是怎么样，都是一个善根，这就是回向。然后这个前提下，你发的愿就是回向的发愿。这就是回向的发愿。我们藏文说我们有没有听过我们这个字？我们就是我啊，就是回向，我们就是发愿，放在一起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在台湾呢，这些我去过的这些华人的一些地方啊，有2种嘛，我要超度祈福，大概这种概念，藏地就是我要我要去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有多少钱，反正我参加一个法会，我就是要这个要供养一点钱来这个请他们做一个我们就是回向和发愿的意思。那除了回向之外，只是一个发愿的话，藏文叫莫浪莫浪，那这个大家知道。所以这个莫浪的这个中文就是愿，发愿呢，这是未来的一个承诺或者一种期许，就像我们这个许愿一样所以这种呢，不一定完全是有什么和回向要连在一起的，一般来讲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发愿呢，如果是达成的话呢，就是愿菩提心，反而是这个就是愿菩提心的概念。愿菩提心，比如说愿一切众生什么离苦得乐，愿什么什么，就是单独这样。我们就是四无量心的时候，不是说是愿什么，甚至他们就第二段愿诸众生用什么用具安乐即安乐之因，愿诸众生用力痛苦即痛苦之因。这些的时候呢，没有一定要有一个要共享的一个回向的东西，而且是你这样内心训练，能不能就是发起这个菩提心，能不能就是有这个内心能不能产生升起这个菩提心，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愿。所以愿和回向可以分开，完全有一个独立的2个不同概念。所以这个时候愿就是愿菩提心那愿菩提心加上去在回向的时候就变成信菩提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你有一个功德要回向，就是你今天真正的一个弄出一个东西给大家用。所以入菩萨行论的菩提心那个回向品是这样的，它叫回向品，但实际上就是里面都是缘。
为什么呢？这个回向篇的一开头呢，我主这个入信论的功德要回向，这是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入信论第十篇呢 ，OK， 就是这个回向篇的开头。藏文就那给讲就把篮就把 number 咱把一给我讲的路啊，想就篮就不晓。它中文是什么呢？我主菩萨心，那个想就把了，然后就是就把 number 咱把 OK， OK， 恒是引发之情。所以它是比较标准的这种回向界法缘啊。所以如果你这个呢回向的时候念的话，就变成你的功德用功德的到时候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德的这个成果，就是照着龙钦巴的这个不是7大，我刚刚写错了6大嘛啊，这个6大愿。然后经常你这个念的话呢，可以说这个也是有这个圆菩提心的作用啊，圆菩提心的修行的作用。所以呢，入行论的第10篇的开头就是说，造册入行论，所生诸福善，回向愿众生，悉入菩萨心。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是回向发愿，愿什么呢？他的愿就是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进入这个菩萨的心。那所以这就是回向和发愿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什么是回向，什么是发愿。当然大乘的回向里面也可以，就是你今天自己身边呐，或者其他人身边呐，你就是针对他做善事是不未必菩提心。但是呢，那个时候你觉得除了我有能力的话呢，我也愿意救度其他众生，我也愿意为其他人做。但是今天先就是我就是这个回向给他，只是一个先后顺序。我刚刚要那个掉到水里面要这么救的这个过程一样。用这个逻辑去发心的话，这个发心是比较不会违背菩提心，又是满足个人的。不然的话呢，我们一开始讲说你发菩提心的不应该回向给自己啊，不应该你自己要什么要这个要求福求财求德求健康，好像这个都是世间法。如果这样讲的话，有点过头了，知道吗？然后他们会害怕，那我就是没办法，我的这些需求是没办法，暂时是没办法放下的，所以那我就没有这个修行，或者我是不是我的所作都是是不是被否定了？就是这种，我们有时候不能太讲法不能太过头，要有技巧善巧。这个语言上的善巧之外，思维上的善巧更重要。所以说就是有一个正确比较更广阔，明白吗？更圆融的一个理解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些是可以有不冲突的啊。所以呢，诱他让他可以继续做他做的事情，但是又是可以这个信念上发心上可以更宽大一点，就是更就是宽松一点。所以这样也是很好的啊。那么我们就现在直接讲，我以为是时间很长的时候，我一讲就是这样。강도 기비기와 탐치든 토리온等头不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任何生处一切有众生。但是这个藏文里面其实应该没有一切众生这个只是说任何实数
任何事出生出一切有中有情，刚的几笔记吧，他们记得，任何事出的生生世世的这个任何生出，那个由于这个也有个人的这个修行方面来讲的，当然是可以，也可以说是一切众生，但是这个藏文的原文里面，不是出现一切众生。而且说刚的几笔就是任何生，结瓦他们去，结瓦他们就是说生生世世，任何世出的这个我的生生世世，愿具成就善趣的气功德，善趣的气功德我看一下这个中文版。我们以前念过这个莲师的一个祈愿文，里面或者有，OK，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中文版的。OK， 找到了啊！这个气功的我必须也分享一下，因为这个蛮重要的啊，气功的。这个气功的呢，也是很实际的吧，就是怎么说呢？你看上中气财啊，这里是气功的，但是它叫做土地云等上中气财，也就是说人听气德。第一个是什么呢？忠心告贵。第二个呢，行事顿言。第三个，长寿。第四个，无边。还有缘分、友谊、财势富足、智慧广大。我发的和一样吧啊。我发了是 OK。对，所以OK， 反正我们就先我刚刚就是看的这个资料去这个看一下，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是忠心没有高贵和心思不怎么样的人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应该不是这种歧视的意义？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啊，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自己发菩提心和自己对待他人的时候，并不能用这个要求来看对方。他有钱是应该是最好，没有钱是不好，不是这样的。但是你用自己要利益众生的话，那这些是一个条件，明白吗？这个也大家要弄清楚，不是佛性是特别强调种族歧视，不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中心高贵呢，真的有很多好处的，是很多时候。你看他的血脉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我是觉得是不一样，有时候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本身的这个他们的血液的这个传承都不会是有绝对的嘛。这个和这个无始以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个混合的啊。但是主要是什么呢？他的家庭背景、思想背景、教育背景就可能有比较有益的不一样。那样形成的情况下，你能够获得更多的就是好的机会啊，这是比较客观的来讲，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大的一个，比如说一个明星，
他的孩子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一个演员。为什么是一个现在我们说民主21世纪，你看为什么在安倍他的家族的这个这么都是为什么都是首相？什么叫首相嘛？那叫是不是总理啊那种？或者他的这个最近不是说他的保镖也是他的家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嘛啊，其实这种都是教育的，所以这个教育呢，并不是说父母说我是做这样，你一定要做，不是这样。他长大从小就是这个环境的时候，自然就受影响，然后就是无论是运动啊，就是言语啊，还有这种其他的这种学术啊各方面的，其实是这个父母家庭他的这个影响和孩子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他觉得忠心高贵特别重要，尤其是呢，就是忠心高贵、受人尊敬的一个环境里面呢，那肯定是你用这个身份可以利益很多终身的这是一个特别的。所以心思断言就是要心思断言这个也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做任何事情要这个众人面前出现的时候，这个外表是特别重要的，并不是说是唯一重要但是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嘛就是做一个领导也好，做一个什么公司，甚至是在一个柜台上的这个收钱和接待的人，那为什么他们就都要选的这个美女或者这个英俊的，还有穿着上、打扮上各方面，为什么有这个一个公司或有规模的？为什么有要求呢？因为它有它的一个影响力和这个就不一样，它的有一个用处。所以讲，那成熟那肯定是不用说了人人都想成熟健康，就是无边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再有能力，再有财力，再有智慧，也没有健康，就很难完成任何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健康是其实一切成就的一个基础是这样的。那缘分优也这个就是说运气比较好的然后就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就的所以这个缘分友谊这个蛮有意思的。友谊这个藏文叫做高瓦桑巴就是这样，或者这个人缘各方面都比较好的，那个很好的不然的话就也是问题。然后呢，摩尔丘巴才是富足智慧广大，那这两个就不用特别解释了那第一个就是他说任何事出所以呢，佛教大家有些人认为是不是佛定了有钱什么的，其实也不是这样。龙仙巴大师一开口就是说我要居住善趣的7大功德的那7大功德里面就是其中一个是有钱财我们想要的都是它这里面就包含了，全部都包含了。我们也更想不到更好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些。但是这个是什么呢？龙仙巴大师的接下来的就是发言内容就改变了你的钱财的对你的有钱财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就是在后面事情发生就会改变了你的这个钱财的这个意义，明白吗？所以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只是有钱没有智慧只是有钱没有一件善知识和佛法只是有钱没有菩提心没有爱，那就这个钱财不会成为帮助众生的一个因缘。有钱只有钱没有知足常乐，没有内心的快乐自在，就是连自己的快乐都没办法完成，用这个钱财。所以这个钱财就是他没有任何的错的，钱财不是错，钱财没有好坏，但是钱财或者这些长寿或者无边这些都要真正能够成为有意义的一个事情的话，那就是
福报和功德本身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六祖坛经里面也特别说，这个福报和功德是它非常怎么说，特别强调这两个要分开来看的。为什么呢？福报这是因为你做这个事情，你就是已经拥有这个条件，是一个福报，但它能不能成为功德，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应该是功德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要真正成为功德的话呢，接下来生生不离佛法能闻思。所以我看看呢，应该是这样。刚才就比较的托里的金马头的去当才就是呀。那这个翻译呢，翻的比较大胆，怎么说呢？它是意义上的翻译，并不是，好像并不是完全是从字面的翻译。所以这个文思秀这个也好像藏文里面没有文思秀啊。金马头的去当才不是秀。那个金马头的去当才不是秀，藏文解释就是说，艺术生下希望我能够遇到佛法，藏文是这样的，生生世世佛法。我就刚刚在网上看到就是这样 copy 的啊，可能是我的 copy 找到的版本就是这样，但你们也看看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版本。所以生生不离佛法能闻思 ，OK 可以，但是这个藏文里面就是说我生下来希望能够遇见到佛法。藏人就是有这个福报啊，以前到现在，但是呢，不一定那个都是遇见，都是不一定，但是比率上至少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啊，但是并不是说是遇到就你搞定你成功，不是这样的。这生生不离佛法能闻思。然后呢，就把头的去到这里，这印度比然后又不是。那个就是和藏文版和这个翻译没有太大差别。先前自在，如理愿修持。这个藏文版是这样的，并且啊，它就是不只是遇见佛法，希望我拥有如理修持的一个自由，如理修行的一个自由，就非常明确说，让我要不修。不是说自在，就是自由。我希望能够获得这个修行的自由，因为这个发言很重要吧啊。虽然呢我家境呢都很好，我自己的长的各方面就是有气功的，可是呢不一定能遇见佛法。那就算是遇见佛法，但是父母不同意，那么怎么办？修行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前几天看那个精密楞巴的4大堪巴弟子，精密楞巴有4个大弟子是堪巴，那是堪巴的4大精密4大精密，精密他的名字都是精密，有4个精密，其中一个精密就是精密的国卡。我看他的自传呢，我一开始也说过，他就是这个49岁圆寂的那个，他是很殊胜的一个大成就者。我看到这个他的传记很有趣啊。有一次呢，什么，反正就是他比较年轻小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他对他不太好的，也是有伤害过他的，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修过针对他修护法什么的，但是他自己本身有修一个护法。那有一天晚上呢，就梦见了一个护法，他说：“我就是帮你，直接说有点像，我就帮你干掉这个人。”他第2天觉得这个很奇怪，但真的是那个人也慢慢的就是生病这样，然后就有遭遇不好的。那他呢说他从来没有针对他修过护法或下什么咒什么之类的，但是为什么这样？他就是直接当天开始就是很生气，对这个护法很生气，他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然后他就是直接就是
填掉了这个护法的衣柜，然后他觉得，哎呀，这个护法不好，但是护法是好的啊，这是个吉祥天目啊，他本来热玛的很好的护法了。然后他后来呢，去到拉萨，遇见多珠仁波切、多珠钦法王。那个时候多珠钦他们是金刚师兄啊，其实是一起去见那个精密灵巴的。他跟多珠钦没有提过，他说：“哎，你是不是修那个吉祥天目的这个护法是不是中断了？我发现他现在不高兴，你应该要继续啊。”然后他说：“啊，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这个可能是一种其他的一个因缘和他的眷属做的事情，跟他无关，不是老板娘的本意，知道吧 ？OK， 那我就继续修吧。但是他后来发现他自己呢，就是他也是来自于发菩提心，他觉得是如果一个护法要害众生的话，我不需要这样护法。我觉得他的心态也很好。可是呢，吉祥天目呢，他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呢？要生生世世要守护这些大成就者，他也不能就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冲突，就是要离开他。而且多珠钦法王呢，有能力看到他们两个的因缘和吉祥天目的这个状态，这个很有意思的。但是我刚刚本来要分享的不是这样，本来要分享的是他自己讲自己的故事。这个自传里面他说，那个时候的扎曲卡有一个传统，如果家里有3个孩子的话，长子第一个孩子必须要在家里要照顾家里，不能去寺院。第2个孩子就可以去，因为也可能要确保这个家里的这个一个要传宗接代啊等等吧啊。他说他幸好是自己是第二子，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啊，他就是可以去修行。所以呢，其实是你就是家庭啊各方面条件很好，有7个功德，不等于你能够成为好的修行人啊。所以还有很多细节上要具足条件。所以他的传记里面说，我幸好是第2子，而且如来啊尊者就没有这样的福报啊。一开始他们2个是隔壁的一个部落，如来啊尊者，我们说的如来啊尊者，那个八柱中不记得上师，他是刚好是部落长老家里的儿子，然后他的哥哥也去世了，所以呢，所有部落的人，所有家里的人反对他去修行。那他也很聪明，他说哈哈哈哈，那我照顾这个家庭没有问题。然后就有一天呢，我说我要讨债，要去远处，然后拿一些财物，然后骑一个很好的马，离开家乡去到左贤寺，然后去找那个另外一个他的刚刚我讲的那个精灭国家，另外一个他的同学一起经过这个成都，知道吗？然后去拉萨，就是这样，用这种方式。不然的话呢，他是没有修行机会。所以你看，这些大成就者都是小时候要修行的话，需要很多的这个精力啊，考虑，也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所以他说，先前则在如理修持，但是这个翻译说，我觉得藏文都没有这样。藏文说，基马他的去当太极的经，一生出我能够遇见佛法，而且呢，这个我希望我能够拥有充分的自由来修行。OK， 这样翻译。然后呢，你有修行，但是如果你没有遇见正确的善知识呢，下修嘛啊，大家有一个说法叫下作下忙，下修了，变成下修了啊。这个是你们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这个中文的，台湾很少看到下修下作这个，我这个下修真的是会下修的，说是盲目嘛啊，那就是可能会容易偏走啊。所以呢，他说是尘世盛世藐视心慢心息，所以我们这个真正的如理的发源，这种一个完整的发源是不容易的。
我知道这个法院很好，当时我想讲，但是今天来听的还是我们自己几个人啊，但是也没有关系，只是我是希望，哎，这种又是短的，又是这种基础的，这个是其实是希望能够接触到的人或其他更多人，愿意就是来听听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这样，那么当把你先讲那个城市是什么呢？就是我有能力满足这个上师的心愿。你不是写吧？藏文是这样的：城市上师藐视的这个满信息啊，让欢喜他的心。所以，所以就是这个很重要嘛啊！我上次也讲过，就是莲花生大师在上衣掌门上衣的时候，有一个老阿妈呢，天天呢就是叫他的这个佣人，然后就是很好的这个那个一杯一碗那个牛奶，加上这个葡萄干，那这个是很珍贵啊。当时就是在藏地肯定没有葡萄干，这个从外面这叫什么？进口的啊，肯定应该是进口的，所以从尼泊尔和印度啊那边不知道啊，所以呢这种葡萄啊，然后就是这供养给他也没有特别说是练习这个自己怎么样的背经，然后每天早上这个供养给练习，那过了一阵子，有一次练习就是外出。经过他的这个门口的时候，他在路边可能会拿着哈达等着他，不知道那当时有没有像哈达的，已经有没有这个藏地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不知道啊，这是假设我们的一个曾经。然后就是说那个老太太呢说啊，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敲具？那上司说，连氏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每天早上那个送你一点点那个牛奶的，说是哦，你比他这种的这种国王还虔诚的，就是那个人呐、啊。所以呢，他就是那种不是说是连时缺乏牛奶和牛油啊，不是这样的，他的供的主是这种的这种国王。但是一个人这种做法，就是知道啊、哦，他是发自内心对这个上师的虔诚心。所以真正的功德和这个加持和这个自己的内心的发自内心的对待是离不开的，这是真的。如果我们用能力和福报对待上师当做佛一样的话，确实你绝对会，除非是真的是他是诈骗，实际上完全是就是要骗你，然后实际上还来不及这个成就，就是彻底要毁灭你，那就可能是真的是诈骗。一般来讲的话呢，至少你实际法上不会害你的，给你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引导的这个善知识上师，如果你把它看成佛，基本上是可以得到佛的功德。看成菩萨就菩萨，看成善知识就善知识，看成普通人就普通人，看成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这也是就是这也和根据这个一直上师的这个叫什么有一些人变错 ，OK， 藏文有一个用词，我也没关系。我已经用了太多藏语了，诚实、上师、藐视、满信息，这个特别重要。不然的话呢，你觉得啊，我要得到上师的发教，我要得到成就，一直重点放在这个上面，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因缘上缺乏了一个灵魂啊，所以呢，就是还有，那你这个这个因缘具足了。那就是上师欢喜有两种原因呢，你自己的诚实和你自己的虔诚，另一个呢，你自己的修学上的表现也是可能会让上师很欣喜的一个原因呢，啊，肯定是的，啊，所以这个很好的，就像拉里巴一样的话，那就马尔巴就心生欢喜了啊，然后呢，就是之后你自己独立了，有得到真正的这个超觉之后，怎么办呢？我希望
昼夜精进佛法愿行成，这因之必然我这样的应当参的去了就不少，就是日日夜夜能够行佛法。那我信佛法之后呢，要怎么办呢？你看，这个就是非常从出生必经到成就之前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以所有的条件和该有的这个按顺序来讲，这就是龙信法的敲诀保障的。为什么八祖仁波切就是说，你就算当面见到佛，也不一定能得到那么好的敲诀，这是八祖仁波切说的啊。所以呢，日夜行者啊，跟金毛头这种这样说，就说 OK。然后呢，你虽然是乖乖的信法修行，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通达和了悟的话呢，那也是徒劳无功。也不能说徒劳无功那么严重，但是就是达不到真正的效果嘛啊。所以他说，通达信要法依信心随。这个意思就是说，去动你们宁不顿住的，藏文是这样的。我通达法去动你，就是了达佛通达。这里的藏文是说这个真悟了啊，就是真悟法心佛法，真悟佛法，而且宁不顿住你，就是说也通达心水啊。大圆满是一个法的心水嘛。所以这个心水可以值得大圆满呐。宁不顿，那肯定是龙清心水的这个心水。宁不顿，这个法的要点，因为这个你这字面上的通达不是心水呀，知识上和了解是一个，但是通达还有要这个信要，还有这个法以心心，这个中文翻译不怎么样啊，不知道啊。梦修下联，说到这看报的这个是各种各人也有，那这个如果大家找到的话，就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一样？我的这个当然这个翻译的很好啊，但是只是没有完全按照原意反，就这样啊，可能是这样。远渡此生轮回中，广大海。那个时候。前提是比两周的。他说：“我希望此生能够，这个脱离轮回，度脱轮回，啊，度脱广大的这个轮回。然后，那我度脱轮回了，那我就安心了吗？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工作吗？这样的话，这就是小乘的。”声闻杜绝的发心，知道吗？但是你自己度脱轮回，可是你一样在轮回里面度化众生，这就是菩萨心，这就是菩萨心。这个特别重要啊，这就是菩萨心，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比如说在37，佛子行37啊，都讲不住轮回，不住涅槃。所以虽然呢，你就是先自己即生成佛，是肯定是你就是度化一切众生的最根本的条件，也是最好的方法。所以这个是不能忽略的。所以就是远度此生轮回广大，远度。但是你此生成就了，你就是没有事做吗？不是。不关怀他人吗？不是。那你就是有这个，如果你自己脱离轮回的话呢，你就变成菩萨了，你变成佛了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你用你的法语原理，如果菩萨的话用原理众生度化众生，如果是佛的话呢，用智慧的力量去度化众生，这两个有点差别。无论如何呢，他说，是不是单比出的东西讲，一生之事法是轮回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不是生死，一生
知识法识轮回因 OK。 那他这里说这不是当比出什么东西讲，这里没有说轮回因的这个翻译就是这样，但是藏文是这样的，在我以后也在生生世世在轮回当中，希望能够宣讲佛法，讲经说法，明白吗？用白话翻译。所以这个一善知识法是可能是讲法的意思了，但是没有特别强调轮回因，而在自己就是在这个虽然你自己度脱轮回，但是还在轮回当中，就像这个随行八大菩萨一样的。所以这种发心，所以我就是继续能够重视利益众生，而且出什么东西讲。这里特别利益众生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说法布施，用佛法利益众生。然后呢，我利益他，这里是这个寄送是跟藏文没有太大差别，就是养分不了，用的没不是小。希望我就是利益众生的时候，其实经常能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障碍的，外在的、内在的，这个来自各方的。就是觉得啊，就是应该要就是办不成、做不成这种懈怠的理由，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不断的要鼓励嘛，因为这个轮回就是轮回，本来是有这个充满危险的一个环境啊，不是什么好的环境，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本身就是我们有无数个懈怠和推转和放弃的这种理由考验嘛。所以呢，这里特别发言说，利他处理成本不懈怠。这个不懈怠是藏文版的，他说的中耳灭不晓，中耳藏文的直接翻译的话，严君嘛，什么屁君的君，讨厌的严娟嘛，有这个意思，中耳。对，这个就对，严娟呀，所以这个严娟这个用词很好的啊，这个严娟有厌倦的意思啊，不厌倦，所以呢然后就说还有呢，那我就是他信严，那去严顿小里面把意思。那去年严顿小里面发现，他心广大，我这个中文的他心我听不懂，意思就是说我做这个他心不是他心，那去年严顿是什么呢？这个广大的这个利他，利他不是他心，这是这个广大的利他。以他心广大，但那个就有点 OK， 反正就是呢，就是他心广大那应该是这么，就是那这里严顿，这个严顿藏文里面有利他的意思啊，利他，然后就是我就是要做这个坚信伟大的。我不是广大，是伟大，也广大的倒是可以，但是伟大的利他心不要有这个偏激啊，那当然这个可以啊，所以那今天呢，小里面把因为这样的缘故，那就是你看这个并不是只讲回想。一般的一个回向文不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它非常有次第，还有说是缘故，愿一切正持尊佛陀位。那藏文说，贪吉相吉上一头不消。那个一切，这个一切是藏文里面诸众生的意思。OK， 这个里面特别是就是诸众生。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出生的这个背景呢，具足7个功德，一生下就遇见了佛法，然后就有自由
有充分的自由自己去修行，然后遇见了善知识，然后就是悟道的因缘的这个能够有如理的这个意志上师，然后就是得到教法，然后就日日夜夜的去修行，最后呢通达一些法和，然后就是了达一切的这个发心的心髓，然后就自己一生成就。然后呢，我就因为发菩提心的缘故，又生生世世去度用佛法利他众生，遇到任何的障碍不懈怠不厌倦。然后呢，我对利他呢没有任何的什么呢偏心，所以我是一个无缘大悲来这个做利益众生，然后就最后一切众生获得成就了。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个就是我一个人从修行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从个人的角度和佛法的修持的次第全部都放在里面，这叫做巧觉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课到此圆满。Namo Garbe Namo Buddhaya